好，我是 Lisa。我最近呢发现，其实有很多人呢对美国留学有兴趣。我常常呢会收到一些留言啊，或者是私讯问我一些关于美国留学的事情。有一些人呢，他们看了我的影片之后呢，开始计划美国留学；更有一些人呢，他们今年呢就已经到美国来开始留学咯。我每次想到这些啊，我都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发现啊，我的影片是真的有帮助到大家。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，我想要来跟那些已经在美国留学的啦，或者是已经计划到美国留学的，或者是将来可能会想要到美国来留学的朋友们说一下5件你在美国生活不可以不知道的事情，让大家可以提前知道，来小心预防。第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如果你在美国呢听到那种的那种警笛声的话呢，请你一定要停下来，不管你是在开车，还是你在走路，还是你骑车，都一样哦。在美国啊，大家如果听到警笛声的时候呢，全部的车子呢，他们都会想办法开到右边去停下来，然后呢，把那个主要的道路呢让给那个有警笛声的，不管是警车啊、救护车还是消防车走。如果是要过马路的行人呢，他们听到警笛声呢，就算是绿灯，他们也不会去过马路，大家都会等到没有警笛声之后的绿灯，他们才会去过马路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基本的耶，这个应该是每个作为人类都应该要知道跟遵守的事情。我之前呢就有看过很多影片跟一些新闻，他们就说台湾有很多人他们会故意去挡救护车，我觉得这个是超不应该的。我之前呢也有一些大陆的朋友到美国来玩，他们看到呢大家听到警笛声之后呢，都有秩序的靠右让救护车过，他们就说呢这个在大陆是绝对看不到的景观。他们说啊，在大陆呢，虽然大家听到警笛声不至于会去挡救护车啊，或者是消防车、警车之类的，但是呢，大家不会就是靠边啊，把主要道路让出来给那些有警笛声的车走。那些有警笛声，像是救护车、警车之类的，他们就要自己想办法过去。好，那说完这个有警笛声的车子之后呢，第二件大家需要知道的事情是，如果你在美国呢有开车的话呢，如果你被警察拦下来的时候呢，你千万记住不要自己乱动，也不要有这样想掏东西的动作啊，就是你不要想说我要拿我的驾照啊、行照之类的，你就是最好把你的手放在警察可以看到的地方，像是方向盘上面。我会这么说呢，是因为美国它其实枪支管制没有很严格，在民间呢很多人也都有枪，所以警察他也会怕啊，他会怕你这样掏东西是不是要掏枪打他，所以呢你最好就是把手放在方向盘上面，警察可以看到的地方，这样他才会放心嘛。然后美国的警察呢，他们不像台湾的警察这么窝囊，枪都不敢开。美国的警察呢，他们如果觉得你有要危害到他们生命安全的一些动作的话呢，他们可是会开枪 biu biu 打你的哦。在美国这种新闻很多啦。所以如果你被拦下来的话呢，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什么都不要动，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面，等警察来扣扣扣敲你的车窗之后呢，你再把车窗摇下来，他叫你拿什么给他，你再拿什么给他就好了。其实不只是开车啦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呢，被警察拦下来之后呢，都最好不要有掏东西的动作，你就乖乖配合警察就好了。好，那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你千万要记住，不要把你的贵重物品呢放在车子里面，然后你就下车了，要不然呢，你回来的时候呢，你的车子可能就会变成这样。美国呢有很多小偷呢，他们如果看到你的车上有什么贵重物品是他们想要的话，他们就会打破你的车窗，然后拿到他们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不想要丢东西，然后车窗又被打破的话呢，你就最好不要把你的东西放在车子上人家看得到的地方。其实不只是贵重物品啊，就是看似贵重的物品，像是包包啊，都不要放在车上。就算你的包包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也最好不要放在车子上。因为小偷啊，他不会知道你的包包没有东西，而且相信我，车窗呢绝对会比你的空包包还要贵。像之前啊，我表弟 Max 说呢，他放学之后呢，就跟他爸爸去超市买东西，然后呢，他就傻傻的把他的书包放在车子里面，想说一下子就回来了嘛。结果回来之后呢，车窗破了，书包丢了，晚上作业也不用写了。好，那我们前面说的几乎都是开车。那在美国呢，其实有很多人呢，他们也是坐那种大众交通工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第4件要讲的事情呢，是坐公车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把你的贵重物品亮出来，尤其是在一些上下班、上下学的交通巅峰时期的时候。
我之前搭公车的时候呢，就有遇过有人上车呢，他们就把他的 iPad 啊什么的拿出来玩，结果没有几站他就被抢了。因为那是在交通巅峰的时间嘛，公车上也有很多人，我看过好几次，几乎都是2个人，然后他们就会看准啊大家在下车的那个时间，然后公车准备要关门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用力去挤那个目标，然后抢走他们东西，然后就赶快下车跑掉。然后呢，那个公车就关门了，所以那个被抢的也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所以啊，在公车上或者是一些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，最好不要白目的把你的贵重物品亮出来，以免被抢。好，那最后一个我要说的是呢，如果你骑脚踏车的话呢，停车的时候呢，请不要只锁一个地方，像是只把你的车框跟柱子锁起来，要不然就是只把你的一个轮子呢跟柱子锁起来。因为呢，如果你只把你的车框跟柱子锁起来之后呢，你回来的时候呢，你的车子可能会变成这样，或者是这样。那如果你只锁车框跟一个轮子的话呢，你回来的时候，你的车子可能就会变成这样。还有这样，那如果你只锁一个轮子的话呢，那你回来的时候呢，可能就只剩下一个轮子了。对，没错，这边很多人会偷轮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经常呢走在路上就可以看到有一些脚踏车啊，就只剩下一个轮子啊，要不然就是没有轮子的。所以大家如果要骑脚踏车的话呢，请想办法把你的整个车子都锁起来。像我啊，现在也是每天骑脚踏车去上学嘛，所以呢，我就买了2个锁，一个呢锁前轮跟那个柱子一起锁起来，然后另外一个呢锁后轮，然后跟这个连起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也可以锁在柱子上面，这样就比较不会被偷。好啦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，希望这些对大家会有帮助，让大家每天可以开开心心的出门，平平安安的回家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呢大家觉得今天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可以帮我按一个赞，然后帮我分享出去。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一下订阅哦。另外呢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粉丝团跟 Instagram， 我会在里面呢更新一些我的频道信息啊，还有 Lisa 的一些日常生活。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 follow 一下。另外呢，这2边呢是 Lisa 其他推荐的影片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进去看看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